平安，路平安，真寒吼，今日变真寒。嘿哦，明仔载讲咧搁较寒咧吼，嘿，今仔日较无落雨，就较无遐冷，无中昼遐足冷诶了。哎，对对对，我中昼遐落雨足冷尾仔我要下班转来诶时阵，较无落雨，较无遐冷，但哦，是嘛是冷啊。对啊，咱这我湿度较悬，伊哦，个加州我中昼敢若袂遮冷吧？行去工地，啊，哦，可能是行较紧，我嘛是流汗。来老看，哦，你无徛倒摆去哦？无，我哦，咱拢徛倒即摆拢有摆真寒，行过。徛倒摆足寒诶。哦，对啊对啊对啊，即款你若徛倒摆足寒，旋风，嘿啊。嗯，好，时间到，咱先来祈祷。台湾的天气，阮伫今仔日沿岸搁一摆透过网络组织要来参考出来及37章到38章20节伫即个会务诶内部器具才会起造来重新来思考讲求主你诶圣神甲阮三个伫地，特别是阮伫建堂诶中间正着安尼，阮诶反省伫礼拜堂诶建筑中间，阮要安怎来思考敬拜你甲即个所有诶设备。也伫即两天天气较寒冷诶时，也恳求主你来保守阮所有诶兄弟姊妹也有即个流行诶感冒咧侵蚀诶中间，恳求主你诶保守来看顾所有诶兄弟姊妹会当得到健康得到主你诶看顾。阮将今仔日沿暗诶时间，恭敬交托伫诶手中，祝你诶圣神赏赐阮伫教育诶智慧来明白你要透过出来入去提醒阮诶事。伫你诶面前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阿免，好今仔日即段有看章啦所以咱就甲看到对38章20节过来大概过3摆爱出来及记就会结束好，咱先来看即段诶经文诶分段啦大概就是伫37章内底分做5个段落，讲无共款诶会务内底遮个器具诶起造这个我就莫安尼，无要安尼念啦后壁有迄个相关诶经文就是咱讲平行经文38章今仔要看诶所在有两段，第一段是1到8节一个9到20节这中间拢有无共款诶经文诶重复也是讲平行经文安尼好，第一段是37章诶第1节到第9节，我就无要来读迄个经文因为咱这拢读过第二咱知影看到伊内底所咧做诶遮个物件，咱会当知影讲这是重复，特别是伫37章到即个25章有真明显重复诶所在。这个重复基本上咱大概有迄个概念，就是讲25章是上帝咧交代摩西讲你爱安怎去做，你爱安怎做。第37章即个所在是讲咱
对开始进前，35章遐开始咧讲，就是正式咧起造的一个部分。所以因为安尼，咱会当看到讲，伫每一段咱拢会看到伊无共款的所在，有一个叫做代名词的不同吼。代名词的无共款，就是讲伫25章也好，30章也好，还是26章也好，迄个所在拢咧讲着你，你拢咧代表摩西啦吼。上帝交代摩西，着爱安怎做，安怎起，安怎用。然后伫37章、38章遮，咱一直看到一个代名词，就是伊。即个伊，就是咧讲着以色列，就是37章的第1节所咧讲的吼。伫即个内底咧做约柜的中间，咱会当看到讲，伊有迄个寸尺吼，伊有讲到寸尺，讲到伊的材质比如讲金合款咱咧讲皂荚木吼，即个部分吼。伫遐要安怎做？比如讲包金啦吼，佫有做箍仔啦，佫有做包金的棍仔啦，为着要来扛约柜这等等遮的吼。基本上伫37章拢会一段仔无介长会减藏吼，会减藏的迄个原因吼，其实咱若要一个一个去对吼，拢大概拢会当对出来。但是咱着有一个概念啦，就是讲，伫25章开始遮的经文，伫讲的是上帝交代摩西要起造，所以起造遮的器具也是会幕，拢会甲伊讲着后壁一个用途，吼，即个用途，即约柜是要创啥物货？37章遮实际咧起造，吼。伊就无讲即个物件吼，这咱连咪会当小可来看一下安尼啦吼。大概就是讲对37章今仔日要讲的，甲38章的20节中间内容基本上拢足共款啦吼。有一寡部分就是次序会无啥共款啦，定安尼吼。好，所以咱会看着讲伊记载相关的部分，就是咱咧讲伊这真。平行咧记载吼，足共款的，无共款的所在，特别咱看到讲，伫25章第21节的所在，伊讲将冠安伫柜的顶面，佮将我所要赏赐你的石板下伫柜内，我要伫遐甲你相会。22节即句真重要，嘛是大概就是后壁37章、38章。若欠缺的经文大概上，就是咧讲着即个目的，伊无写吼。即个目的无写，就是讲，当25章开始，上帝交代摩西讲，你着爱去做啥，毋是干那甲伊讲方法，甲伊讲你着爱做啥，伊佫甲讲做这的目的是啥物货？对咱来讲，迄个包括咱现代伫咱的敬拜中间，咱要安怎来了解每一个即个真实际伫礼典中间迄个意义？这就是伫25章开始，上帝拢有讲着吼。比如讲，咱伫拜三迄个中间，咱有讲着讲搬过节遮的物件，甲咱即马圣餐遮的物件，是毋是会当所有的人拢食哦？伫迄个经文里民数记内底讲到的物件，大概就是讲你爱明白迄个意义啦吼。所以咱若对今仔日的经文，佮对转去第25章的时阵，咱会当看到讲，无写的所在基本上是真重要，互咱来明白吼。约柜的目的是要创啥货？对一寡其他的民族，也是讲，迄个咱知影，迄个非士人捌甲约柜抢去，因为感觉讲，迄是金包的吼，足有价值吼，足宝贵，足值钱安尼。因所看着是迄个表面的物件吼，但是实际迄个意义，就是约柜的目的，就是藏石板。石板代表是啥物货？上帝话伫内底，吼这个约柜的目的就是讲，上帝要伫遐甲摩西来相会三拄面吼。过来就讲，
即个基路笔的中间，对你讲出我要命令你传互以色列人所有的事，啥物事？就是石板写的物件啦，吼、所以迄个目的是非常重要，吼、这是37章开始才无写着的物件，吼、咱知影约柜就是用这个皂荚木，就是金合欢木来制作的，吼、当然咱知影伊迄个次序有小可无啥共款，吼，申命记10章第3节的经文嘛无啥共款。而且我阁列出3个经文咧讲着即个材料吼，第25章第10节，上帝咧甲摩西交代的时，就是讲你着用吼，你着用。咱知影37章，咱一直咧着强调，就是讲35章以后是实际咧制作。即个制作中间有一寡师傅人参与即个中间，毋是摩西做吼。即个看起来是摩西着用，但是摩西所代表的是后壁有一群师傅人，也是讲以色列人做伙来做。所以伫即个所在，37章第1节真明白甲咱讲，是比萨咧做遮个代志，后壁差不多拢用着伊来代表比萨咧即个人吼。然后申命记10章第3节，摩西咧讲诶，讲伊家己，我就用金合欢木做一个柜，即个就是伫无共款诶角度，咱所看见，知即个物件咧做，但是基本上咧指诶是同一项事，上实际是比萨咧做诶啦，摩西是一个民族诶代表，咱知影即个经文诶背景大概是安尼吼。再来，第2个段落就是第10节到16节的经文，咧讲到即个献祭饼，也是讲咱讲陈设饼、陈设饼陈设饼的桌啦顶悬就是爱摆迄个要咧领受的即个饼甲酒的所在迄个桌迄个桌的做法嘛是共款伊基本上咧讲的内容拢共款。就是用金合欢木做一个桌伊的寸尺是安怎伊着爱用纯金包咧4箍着爱空金线爱倒面偌宽的钱这拢差不多拢共款的记载当然伊有无共款咱拄则咧讲，过来后壁着拢用伊来做代表，所以第10节伊就讲，伊用金合欢木做一块桌这个伊就是转来第37章第1节咧讲的比萨列伫遮咱就知影25章就咧讲到你来指摩西大概安尼概念伫即几章的中间拢会出现啦好，伫即个37章中间欠缺一个记载，就是25章23节咧讲到迄个寸尺88公分。看44公分，悬66公分，这个物件安尼所以伫这个所在，咱大概知影伊的差别伫倒位，但是咱毋是讲这记载毋对，是互咱知影讲，伊伫迄个记载中间，伊有伊重视的角度，甲伊无去看到遐物件咱拄则讲着讲25章有咧讲到迄个目的，这个器具的目的。伫即段内底，伫25章30节有写着讲，桌顶着有献祭的饼摆咧伫我的面头前。这是伫37章的中间无讲到，37章最后第16节伊讲，各用纯金做桌顶的器具，就是盘甲杯仔甲献奠酒要用的壶甲杯安尼尔。后壁就无去讲到即个部分安尼伊无放着饼无放着饼这是25章有记载的所在。好，第3段就是做迄个灯台做迄个灯台共款的经文嘛是共款伫25章31节到40节啦共款就是讲咧讲到即个灯台安怎做无共款的所在嘛是共款，有迄个代名词的不同咱拄则有讲着
啊，伫即个所在，咱就看对代名词来看着，就知影讲37章是实际咧做作的中间，25章是上帝来命令摩西做啦吼。啊，伫咱咧礼拜堂的建筑的中间，咱会当发现就是讲，过去咱咧讨论迄个建筑师画互咱的图，即个中间，咱咧看吼，看迄图感觉讲哇，拢真好，啊，遮拢真好真好。但是咱实际去做的时阵，实际上就有一寡无共款的问题，所以咱时常爱开迄个协调会，就是安尼吼。啊，今仔日咱阁有组2个即个LINE的群组吼，就是搁咧讨论将来会员要安怎用，搁来有可能咱的倒位要用代理者等等遮的吼，所以咱爱去讨论啦吼，实际咧做，咱知影上帝交代摩西安怎做这好若亲像讲咱委托互建筑师去画图，伊去甲咱设计了后，伊开始委托去互其他的即个水电技师啦搁交互即个承包商啦伫这中间嘛是爱搁继续传达要安怎实际去做这中间会不会有误差？一定会有一些误差啦那伊圣经无甲咱讲到遮幼就是讲上帝所交代，因就照安尼去做安尼当然迄个次数咱若去对比的时阵，略有不同，就是前后有小可对调安尼迄毋是介严重的问题啦也是讲介明显的，咱就无讲到遮幼安尼咱后壁的部分会去讲到更较济的部分，迄个无共款的所以伫即章内底37章省略着迄个25章37节。点到互伊三对照光就是讲迄个灯伫遐爱点互倒，然后伫遐来照光安尼搁来就是讲灯即个所在的物件有无共款的记载。你看40节，你着照我伫山顶指示你的款式，细字做遮下面，第37章就无讲因为安怎？因为25章40节是上帝交代摩西去做的，37章伊就实际做，伊就无搁讲到这个部分啦所以咱知影讲伊迄个记载的目的无共款，就有真大部分的重复咱知影讲伊的目的是无共款的安尼再来第4个段落就是烧香的段啦这嘛有小可这个无记载的。无共37章25节到28节，这是共款的经文记载伫30章第1节到第5节。烧香的这个经文是根据着30章25节到28节，上帝命令安尼啦共款就是迄个代名词会无共款伫遮伊共款都讲着比萨列代名词就是讲你着爱倒转去头前找迄个上瓦群出现的迄个人的名，就表示是伊啦所以我们往回找就是敢若37章第1节有讲到比萨列，后壁遮的这个代名词就是咧讲伊，除非佫有另外一个名出现，才是变做换别个人所以咱大概知影这个伊所咧讲的那第30章共款就是咱咧讲的，讲上帝交代摩西所以这个就是摩西咧指摩西，你就是指摩西安尼好。伊省略的部分，咱会当看迄个36章第6节到第10节，因为我倒转来即个经文平行经文是第1节到第5节尔伊减的就是第6节到第10节伊讲你着将香坛放伫约柜前的帐篱头前甲约柜顶面的挂3对遐是我甲你相会的所在这个香坛嘛是上帝甲摩西相会的所在，这就是37章无写着的物件，这就是目的阿伦逐早去整理灯火的时阵，着伫坛顶烧香应该安怎做？
这甲实际咧做作无共款，无关啦吼。你即个做作了后，即个烧香的单做作了后，过来是爱安怎去执行30章，上帝有交代真清楚。但是37章即个所在是实际咧制作，所以就无去讲到即个部分吼。讲到黄昏的时阵，阿伦点灯的时嘛，着烧香，恁着世世代代伫上主的面前不断安尼烧香，这是伊咧交代迄个30章的所在。毋通伫即个段烧别款的香，嘛毋通伫遮献烧化祭、素祭、奠酒祭。阿伦着一年一遍，用赎罪祭的火来抹单顶的四支角，吼。这个叫做洁净礼啦，吼，这个是香坛的洁净礼，所以恁世世代代都爱安尼做。佮讲一摆啊，吼，头前咱倒转来看吼，第八节讲世世代代，吼，伫这个所在佮讲世世代代，吼，所以伫遮真清楚，就是讲以后拢爱一直安尼做，所以伫30章的时，上帝交代真清楚啊，这个香炉是要做啥物货，这个香坛是要做啥物货。吼，结果伫即个会幕内底面，至圣所甲圣所，圣所是做香坛，吼。那香坛甲外口的烧祭的坛佫无共款，所以讲香坛内底袂当做献祭的路用，是只有点香，吼，点香芳芳的祭，寄到伫上帝面头前，吼，这是第37章这段省略的部分，吼。咧讲到烧香的坛，重点是上帝交代讲，这是伊甲摩西来相会的所在，吼，并且说明阿伦的家族世世代代爱诚做烧香的服侍者，并且爱一年一摆到伫迄个所在，佮爱用迄个羔羊的血来伫遐结成四支角，吼，四支角。啊，这个部分就是伊无去讲到的部分，吼。过来伫第5段吼，做汤外的圣油甲香，是记载伫37章29节，因为这是最后一节啦，吼。啊，这记载其他平行的经文是伫30章的22节到38节，会当讲是伫这10几节的中间，伫37章浓缩做一节啦，吼。无提到讲要制作这个香料的方法，拢无讲到。伊干那有讲到，着爱做这个物件。29节讲，伊佫照着香料的做法，甲做汤外的圣油甲纯的芳香，吼，安尼尔，吼，安尼做法伫倒，伊拢无交代，吼，无交代。这就是伫30章这个所在所讲的啦，吼，所以。共款啊，伊迄个代名词伫遮就是比萨列用伊，吼，啊，过来摩西，就是伊直接用摩西的名安尼啦，吼，好。省略的部分非常济啦，吼，会通讲是讲，好若亲像一个引言尔定，伊讲，着照做烹料的方法，吼，做烹料的方法伫倒位，拢无记载，吼。我互咱的资料内底，即两字毋对，我会佫改互咱啦，吼。即两字吼，好，所以咱看出来记30章第6节到第10节的所在吼，伫即个所在讲，伊伫遐讲，你去即个约柜甲即个香坛是放伫即个会幕的头前，但是伫即段的中间是伫咧讲到会幕内底的时阵，伊就已经写着吼，伊无去甲分啦吼。伫即个所在，咱会当看着讲，伊遐有交代伊吼，烧香的坛重点是上帝交代摩西讲，这要诚做伊甲摩西相会所在。约柜嘛是哦，吼，约柜嘛是，而且约柜是要诚做上帝交代摩西要传达互以色列人的即个话吼，所以伊伫即个所在真重要，伊伫会幕的两边爱相对，吼，爱相对，爱拢是。上帝要甲摩西相会，而且世世代代爱诚做烧香，每年当然一摆，伫这个所在。30章的26节到33节，咧讲到
油甲香的部分啦所以讲伊讲着用即个油抹回无甲约柜所以做即个圣油的目的是要来抹，要来高抹来互伊咱讲圣化安尼啦甲桌顶所有的器具，就是咱讲陈设饼桌灯台甲灯台器具、香坛、烧化祭的祭坛甲坛所有的器具，含迄个会幕外口拢有洗肠的盆甲盆座你着甲因分别做圣，互因正做至圣。所有摸着遮个物，拢正做圣。所以即个圣油的功能，而且嘛无讲着，伊敢若讲照着即个油甲即个香料、芳香的料做法去做安尼尔30章的30节，伊讲你着甲阿伦甲伊的囝拢抹油就是要做圣别高抹设立的工作。互因分别做成做祭司服侍我，你着甲以色列人讲，即个油要伫恁世世代代做我的圣油，毋通倒伫一般的人的身躯，嘛毋通用即个调和的方法做亲像即款的油。即个油是圣特别的配方就对啦特别的做法，你嘛着甲伊当做圣所有的制作甲圣油共款的油，也是来抹祭司以外的人对人民中间家己嫁出这是真严格咧讲着即个圣油伫即个所在通抹的圣油这毋是一般的人共款的30章36节到38节。就是伫37章29节，迄句真简单的话，讲你着照着做香料的方法做通抹的圣油，甲纯的香，这个另外这咧做香料的。伊讲你着摕一束即个香凝做粉，下伫会幕的约柜前，你要伫我要伫遐甲你相会这嘛是共款。37章无写着你着看这做至圣。你毋通做即个方法为着家己做香着看伊做圣，归互上主。若有人制作共款的香这甲迄个圣油的规定是共款的所以迄真严格啦真严格伫即个部分。下面咱会当来讨论，就是讲新的礼拜堂开始，咱要安怎来看迄个咱咧讲礼拜堂礼拜堂伫迄个英文的中间。有用 chapel 有的人讲 church 其实是较毋对的讲法啦你若用伫建筑物顶悬chapel 有人讲啦伫 chapel 是咧讲着外口的即个礼拜堂那伫内底伫内底正确的讲法叫做 sanctuary， 就是圣所啦伫即个所在，咱要安怎来规划、来使用、来有一寡规范，我想这是会当正着今仔日的经文，也是讲亲像咧进前30章所咧讲，互咱做一寡思考一寡思考。我知影一寡教会对伫上讲台是足严格规定啦亲像上河教会徐定牧师遐要上讲台，就是爱躺伫遐啦一般来讲，就是讲差不多真侪教会，若伫迄个礼拜堂的门口，拢会甲你答：进入礼拜堂不可吃喝这个部分，将来咱要安怎去来规划规定咱的礼拜堂这拄则37章落尾遮的经文，会当互咱做一寡思考啦好，再来进入38章第1节到第8节，咧讲着祭坛的部分。祭坛就是外口咧做即个烧祭遮个物件。我倒转来香炉这边互咱看啦迄个经文倒转来遮好，就是伫遮。伊讲即个坛袂当烧别款的香，嘛袂当伫遮献烧化祭、素祭甲奠酒祭。即个是就是外口咱即马38章所要讲的即个部分
38章伫这个所在，这就是这段伫外口，伫会幕外口来要来献祭用的伫拄则所列的遮的，共款伫38章咧讲到制作的人就是比萨列，伫遮直接指名啦27章平行的经文中间，用你来指摩西，上帝吩咐摩西要安怎做会幕甲所有的器具，所以大名自咱就知影讲，实际制作甲上帝交代，是无共款啦好，省略的部分有一寡咱会当咱做伙来看啦伫出埃及记38章第8节中间省略着27章第8节的后壁面，伊讲拢着照我伫山顶指示你的款式所以这个伫实际操作38章的经文内底无记载着啦再来搁另外一个所在，讲到洗肠的盆算洗肠的盆，咱后壁会讲到伫这个所在伊讲听的入口的门梨仔是用刺绣的手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的丝咧讲到迄个围篱这个部分伫迄个内底咱今日要看的经文内底，伊是无写着咱19节讲，吊门梨仔珠有4支有卡榫的铜做这个甲这个4个铜的钩仔是银的柱斗甲这个花冠是用银包的会幕甲埕周围的漆拢是用铜的伫这所在伊无写21节讲下面正是利未人照摩西的命令所以咱都清楚知影头前遐就是上帝交代这个摩西做的，到伫后壁这个所在就是摩西交代这个其他的工匠，也是讲利未人拢也是亚伦的囝，等等遮的，因交代因去做遮的物件，爱做好了，爱清点，爱伫迄个所在做记录这嘛是现代即马咱新的礼拜堂要开始所以伫牧师特别提醒总务组，着爱开始去做财产的登记这将来有新的足侪的设备新买来，你要安怎去分类？什么物件是咱讲的消耗品什么物件是爱做财产登记？什么物件是会当用20档、30档？什么物件是5档、10档？着爱替换这拢爱去做一寡分类，爱做记录。伫这个所在，咱也去看到，伊有安尼交代安尼交代。好。拄则咧讲到迄个位置咱今仔日对37章甲讲到遮的时阵，基本上拢伫咧会幕内底咧谈论啦但是伫拄则咧讲到第1节到第8节，这个做祭坛甲这个洗肠的盘，基本上伊是伫迄个外面咱若看头前遮27章的记载，迄是伫会幕的外口埕会幕的外口埕，但是伫今仔日较特别的，伊囥伫即个咧讲到会幕内底器具的时阵，做伙讲到做伙讲到是毋是伊是无有分内底外口，伊咧讲到迄个器具啦伫遮有增加着讲38章第8节讲到洗肠盆的即个材料中间，伫27章无记载着的。伊讲到迄用铜做的，但是伫遮有甲咱讲到，伫会幕门口工作的妇人人所做的因经文安尼写妇人人因的铜镜所做的，所以这妇人人是捐这个铜镜出来，互这个摩西甲遮的工匠会当做这个洗肠的盆因为迄个盆较大迄个较大所以伊就用遮的资料这妇女伫会幕头前，也是咱讲伫圣殿的门口伫服侍，这个经文的记载。拄则咱所看到伫38章的经文内底，敢若讲到伫会幕门口工作，无甲咱讲因是咧做啥物工作拢无讲但是伫撒母耳上卷2章22节，伫
这个真负面的记载，就是咧讲着，伊离老啊，伊的两个囝做歹，吼，伊伫即个所在咧讲，因伫即个所在咧做工作是咧服侍啦，吼，伫咧服侍，伫遮会当看着讲，因是伫迄个所在咧服侍，甲遮的祭司，吼，因有分无共款的服侍，因参与服侍，基本上因毋是一般咧做简单的工作尔，因是参与伫服侍。当然，有诶圣经学家讲，因伫迄会幕门口，可能就是咧做清洁的工作啦吼。但是咱毋知影，但是咱知影讲，伫即种咱真清楚知影伫旧约的时代，还是新约的时代，还是古早时代，即种男性主义的时代，已经有妇人人已经参与伫圣所的服侍，这已经是会拍破咱一般的观念啦吼。咱嘛知影讲，第一个先知女先知就是摩西的姐姐吼。其实伫圣经的中间，并无忽略迄个妇女参与服侍，还是讲妇女的地位咧，这咱大概会清楚知影。伫这部分也特别强调着吼。互咱看到38章第1节到第8节吼。这个镜的部分就是讲，古代镜基本上就是用这个铜磨啊真幼，会当做反射做镜吼。玻璃镜一直到这个罗马时期以后才出现啦，所以伫古早的时代拢是用金属吼，特别是铜吼，特别是铜吼。咱若做过兵就知影吼，你迄个腰带顶悬迄头前迄个铜箍你若要出去，就爱切甲吼，那像镜安尼金丝丝安尼较袂去互宪兵甲你吊落来吼。这个大概就是迄种的做法啦吼。好，上落尾就是第9节38章第9节到20节，咧讲到做会幕的埕这个部分啦吼。伫这个所在共款，咱知影伊有共同的记载，27章第9节到19节啦吼。有小可淡薄无共款吼，我有尾仔用一个表互咱看啦吼。代名词这咱已经有讲啊，咱大概知影吼。次序无共款拄好，拢是对16节开始啦吼。是后壁27章较底吼，这个38章才加一节出来吼。有小可无共款的所在吼。所以咱看这个表，就是讲，伊开始的是讲埕的四面，这拢差不多共款，但是伊这记载较济，有讲到要安怎做下步27章吼。这个用烧过的柚麻吼，赤手这个手路这个等等的，伊这个38章都无记载啊。过来讲，珠是铜做的吼，伫遮有讲着吼，但是伊的次序是无共款啦吼。像这个银做钩即讲这个用银包的吼，这个铜做这物件是无共款。你啊看埕这个门字是伫这个所在写的吼，才有迄个前后次序的对调啦吼。但是这毋是介严重的问题，就是讲，互咱知影讲，伫记载内底，伊伫无共款的时阵，伊有做无共款的次序的记载吼。这就是讲，伊伫迄个做的中间，伊实际咧执行，甲上帝咧交代摩西咧做的，当然有伊实际做甲这个咧交代是有淡薄无共款，就是我像拄则咧讲，建筑师图画互咱了后，这个水电技师画图互咱了后，咱实际咧操作时，咱就感觉讲，这个应该安怎做调整吼？这做调整所以咱大概会当了解，这有一寡实际做顶悬的无啥共款的所在啦吼。所以用一寡这个表互咱小可看，这是较济无共款的所在，我就用安尼表互咱来知安尼啦吼。过来就剩的就是38章以后，39章一直到40章，大概基本上会分做3摆来甲咱三甲分享吼。过来就爱换主题啦吼。
因为3月开始吼，咱就要开始来做即个小组的训练吼，所以我必须爱分一寡精神甲时间，所以我会过来我会用几礼拜过来重新讲着信用基础的物件，包括主导文啊、使徒圣经啦、洗礼概念啦。即个会员这物件，我会用几个礼拜来重新去讲者。几年前我拄转来时，我有讲过一摆吼，过来我会搁重新甲遮个教材搁摕出来，搁重新小可整理过，会来搁甲逐个相甲来分享。我会邀请较侪兄弟姊妹来听啦吼。伫咱的信仰的体制中间，遮咱不时爱去思想吼。就主导文也好，还是讲即个使徒圣经，也是讲即个十条诫的物件吼，总十条诫咱伫20章已经有讲过吼，咱会过来讲着吼。伫基督徒的责任即个洗礼吼圣餐等等的意义吼，我诚做一个教会会员的责任等等的。我大概会用几礼拜来甲逐个相甲来分享安尼吼，可能我着最近着开始爱用一寡时间去整理着小组要训练要爱用的物件安尼吼。好，今仔就到遮，有啥物物件要来分享、要来讨论的无？伫咱礼拜两咧起做，这中间真正是上帝互咱足大的恩典啦吼。咱有得到即个大安教会的兄弟愿意提供咱代理借，26号去到伫石牌，也得到施美节姐夫伊的感动吼，要为着咱新的上帝的缘吼，甲咱设计提供咱遮个遮个花草吼，咱即摆也开始组群组咧讨论这中间啦吼，咱真正感谢上帝，互咱足侪恩典，包括咱的建筑师伫即个变更设计费用顶悬无甲咱收吼，这也一笔真大笔的经费啦吼，咱真正只有讲感谢啦吼，真正足感动吼，这嘛是我定定咧提醒，就是讲，去别间教会其实毋是干那募款尔吼，最主要咧分享迄个意向，而且更较重要是，我拢强调讲要邀请因做咱大岛的勇士啦吼，这有啥物差别吼？我小可甲咱分享一下啦，就是讲，若去募款，就是一摆，就安尼就煞。但是你邀请伊为着咱祈祷，甚至我讲都介绍了落尾拢用迄个咱的LINE群组的 QR code， 我邀请因加入伫咱的分享的群组内底。迄个目的就是讲，邀请因伫逐工的读经祈祷的中间，想念咱三甲教会的建堂，为着咱祈祷。咱有足侪爱去面对的，当然经费的不足是足大的欠缺，但是就是讲透过安尼邀请因，不时记得三甲教会，为着三甲教会祈祷，这后壁所产生的即个结果会超过咱所想象的啦吼，会超过咱所想象的，这是我一直一个坚持也是讲想法吼，就是讲我出去徛伫讲台顶悬分享信息了后，咧介绍着咱教会建堂的意向，即中间我毋捌提过募款即两字，就是讲其实我去人就知影讲，咱就是要募款的嘛，所以要安怎去传达讲上帝互咱的意向，甲咱
安怎来突破真正实际咧进行即个建堂的事工。我想伫这分享的中间，上帝家己去感动人，来成做咱的天使吼。这是伫今年开始的1月中间，真正逐礼拜都拢有看到上帝为着咱开路吼。这是搁一届讲是真正是足感谢啦安尼吼。嘿，好，有人要讲无？无吼。好，若无要请苏云长老带咱来祈祷，咱就要来结束。苏云长老，好，我有听，谢谢。安尼有听到？有，好，咱大家来感谢。谢谢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一个年头的开始，互阮过当礼拜5的暗时，互牧师来为阮来讲解出来求记。主，阮感谢你，阮真爱听你的真理，透过牧师的讲解，互阮知以色列百姓当时伫迄真无好势的环境中间，因的会幕的制作，因整个的献祭的过程中间。阮看见因真正水，真正好，这个敬拜的过程，主阮感谢俄罗你，互阮真侪启示，阮伫即马开始咧，祭拜堂的中间，互阮真侪的启示，阮若看见阮的拜堂一站一站在起来的时阵，阮的心是献上上大的感谢，因为主的厝体，的确是要来利益众人，要来互搁较侪人安尼透过一个信会，会当来敬拜你，会当来服侍你，来尊戴你。主，阮感谢你，互阮有份伫一个圣工的内面，互阮会当在这个时阵来参与，不时透过阮的奉献、阮的祈祷，安尼将这个圣工早一日会当来完成。阮若看见兴起侪听主上帝的，无论是教会人，或者是其他教会的兄弟，甚至一寡无信的兄弟，拢愿意来参与。主，阮感谢你，互你的圣国会当哪来哪兴旺。主，阮感谢俄罗你，求主你帮助阮，希望阮每一个人拢有一个真好的困眠，会当互阮有真好的精神甲体力来面对每一天你所赐的日子。主，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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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大家。